連麻坑村巴站起步，步上連麻坑郊遊徑，長長的樓梯，途中轉走灰路。6號礦洞以風，途中有不少礦場建築物，這座建築物像瞭望台，逐根灰路下走，又途經礦場寫字樓，繼續跟灰路走，往新桂田右坑方向走。這個小茶壺又被人移到這裡，穿過斷橋，來探荒廢的豪宅。豪宅內有座火爐，返回橋底入間，很快便來到新桂田右坑的高部。今天沒很大水，但也很美呢。從間的左邊攀上，臨頂的樹根長後會有點難度，需要落繩輔助攀上。返回間道，到達黃金部，航拍黃金部。黃金瀑不能正攀，繞上瀑頂沒有正式的路碑和絲帶，需要有個豐富經驗的領隊自行覓路。黃金瀑的旁邊有2個洞，右邊就是黃金洞，等等會從這裡攀上離開。現在先進入黃金洞，洞底布滿泥濘，洞內很多淺洞，像是被沙泥淹沒了。進入右邊第1個支洞，是掘頭的，再進入第2個右支洞，途中留影，也是掘頭洞的。返回主洞，這裡有個見不到底的地景。來到黃金洞的主角，今年多了很多蝙蝠，綠色的水池很美。原來水池裡的水是從這裡流下來的。最後來到黃金洞的盡頭，原路返回黃金部，準備離開黃金部，報上竹林覓新路徑。返回間道已經距離黃金瀑頂很遠了，續上掃新桂田右坑，前面有個小水壩，往後需要繼續攀爬。露天風裏，瀑布的右邊有個淺洞，貓眼洞以風，只能靠舊照回顧。續上掃新桂田右坑，仍然是潭瀑相接，進入林蔭集水池，又一個集水池。尾段有塔樹，左邊繞上340米，在右邊穿林離間，途經像是插斗的空地，最後接上連麻坑郊遊徑，途經直升機坪，跟路牌下走連麻坑原礦洞。礦洞內的大部分支洞都已封閉。隻盛大廳和這條裝上了射燈的洞道，留影，進入洞道，原來是通往觀景台的。返回郊遊徑到麥景陶碉堡打卡位，續走連麻坑郊遊徑，途中遠望羅湖方向。